我係 Gary 啦，咁我今年應該就係踏入嚟咗澳洲19年嘅時光，嚟自香港啦，咁目前係從事緊教育方面嘅工作嘅。早晨啊 Gary， 早晨啊，你好 Selina。我哋係從事教育方面嘅工作啦，不過咧我知道咧，其實你之前咧都係做我哋呢行嘅，做記者嘅。即係先講講你初期喺香港嘅時候，又後尾又去咗台灣讀書啊，我知。咁點解你會選擇由香港去到台灣讀書咧？翻去1990嘅時光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就唔係好多間大學嘅。咁我自己嘅學業成績亦都唔係好理想啦，對我嚟講升學係一個困難嚟嘅。及後咧我就揀咗去台灣度升學，讀新聞嘅。畢完業之後咧就喺台灣從事唔同嘅媒體工作啦。咁首先去電視台啦、華視啦，即係中華電視公司啦。我由實習記者開始做到一陣間就去咗東森電視台。都係做翻有關於新聞方面，但係去到東森及後期咧，我又由新聞部去咗節目部。咁啊，節目部做過2種唔同嘅節目啦。第一種咧都係做翻同社會新聞息息相關嘅一啲比較綜藝式嘅新聞節目。再之後咧就去咗東森兒童台，就做製作兒童嘅節目嘅。我想知道點解你後嚟咧到2008年咧就選擇係嚟到澳洲咧？可能咧新聞事件跑多咗，咁可能就會個心好攰，因為我每一日咧都可能係面對住真係社會新聞啦、槍林彈雨嘅境況啦。台灣真係會有啲咁嘅境況，或者係一啲都比較負面啲嘅一啲新聞啦。咁個人可能個人心就開始好容易會攰。做咗一陣之後咧，就開始自己反思。其實因為新聞事件發生完，最後可能我哋嘅社會要懲罰佢啦。如果佢做咗壞事，咁我哋會要判刑啦，去法院啦。咁我喺度諗咧，除咗咁樣去生活之外咧，仲有冇啲其他嘅生活方式咧？後來諗一諗咧，原來覺得教育咧就應該係可以去防止一啲嘅罪案發生。咁又好彩，機緣巧合底下咧，就去咗中學裏面度做教書，就教一啲多媒體嘅嘢。就開始教育嘅事業啦。咁但係咧，始終我都係冇一個教育嘅 background。咁所以咧，喺2008年嘅時候咧，就選擇咗嚟到南澳去讀教育，希望幫到更多嘅人咧。於是就讀咗一科叫做 Special Education， 即係特殊教育啦。係啦，都知道你係一位校長嚟啦，即係亦都係喺南澳啦嚇，有一個叫做長青多元智能教育學院啦嚇。咁我又想問下，點解會有興趣做特殊教育呢一樣嘢嘅咧？咁咧就要講翻細個，頭先咧可能一開始啦，我都講過自己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學習成績咧就不如理想。咁但係咧，我就諗咧，其實我唔係嗰啲懶嘅小朋友啊，我唔係嗰啲唔希望做好一件事嘅人嚟。咁但係無奈咧，就發覺點樣做咧都係有啲障礙。咁及後咧先知道自己原來係有呢個 dyslexic。咁即係咧學習障礙症，或者係讀寫障礙啦，我哋叫做嚇。係啦，冇錯啦，係啦。咁讀寫障礙可能就係只不過係學習障礙嘅其中一種啦。係咁，所以你就即係因為自己有呢一個嘅問題，所以亦都係對特殊教育咧就係比較有興趣去研究。你如果自己有讀寫障礙嘅話，咁你喺讀書嘅過程裏面，會唔會都會影響你喺學習方面嗰個嘅過程咧？係絕對會㗎。首先咧，我要從3方面去講啊。第一方面咧，咁當然就係一個理解嘅能力啦。我真係好深刻咁記得咧，每一次老師喺黑板上面咧，尤其是喺個課堂結束之前咧，老師都會話今日有咩作業要做，或者係幾時會有測驗要做。當遇上一啲咁重要性嘅嘢嘅時候咧，我會係非常之焦慮嘅。因為我甚至會去問我側邊個同學去 reconfirm 係咪要做乜嘢啊？係咪要做第幾頁啊？明明黑板上面已經寫得好清楚，我都會再三去確認啦。咁第二樣就係可能係心理方面去影響到，因為自己好用力去想學好一件事，咁我放嘅精神啊或者緊張度啊都會比其他人高，咁於是乎就比較容易焦慮同埋緊張。咁第3方面咧，咁當然就係學習嘅成績係因為自己患有呢個嘅情況啦，咁可能對於解讀一啲符號啊，對於解讀一啲文字就冇咁好啦。
你讀完呢一個特殊教育之後咧，有冇幫助到改善你呢個嘅讀寫障礙嘅問題咧？其實真係有㗎，其實當初咧去讀呢個特殊教育嘅主要原因咧，除咗係幫更多嘅小朋友去學好之外咧，更加想係希望了解下從前嘅自己，明白下自己點解會有咁嘅經歷。讀完之後咧，我先發覺原來dyslexic 都有分好多種啦。我相信咧，我係有個係 ADP 啦，叫做 Audio Processing Disorder 嘅學習困難症嘅。佢嘅情況就係聆聽咗一紮嘢，每一個字都識，咁但係合埋一齊咧，佢到底係乜嘢意思咧？未必可能係有一個深度嘅明白。佢係聲音入咗佢個腦裏面去處理呢啲信息嘅時候，發生咗障礙去理解嘅問題。你覺得讀完呢個課程對於你自己有啲咩幫助？非常有幫助。首先就會從小朋友或者係一啲患者嘅角度去了解下點解有啲同學仔未必學得好啦。好多時候咧，社會咧覺得小朋友學得唔好啊，通常一般家長咧都會首先會覺得，你梗係唔夠勤力啦咁。但係小朋友有好多嘢要去學習啊，去了解嘅。學習只不過係其中嘅一環啦，其他嘅譬如生活嘅體驗啊，同人嘅社交嘅關係嘅學習啊，都係成為咗小朋友需要學嘅一點。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呢，我更加能夠企喺小朋友嘅角度去了解到，原來遇到嘅問題唔單止係影響緊佢自己本身 academic 嘅部分嘅，其實有更多呢都會影響到佢喺人際關係嘅發展嘅。所以呢，我哋作為老師呢，唔應該就咁好淺視，覺得小朋友如果佢係學得唔好，只不過係學習成績嘅問題，未必嘅。佢可能會影響到佢一個人格嘅發展啦，甚至到佢對佢將來嘅整體嘅一個發展嘅。讀完呢個嘅課程之外，除咗幫到自己呢，我相信喺你而家現行呢個嘅教育學院裏邊呢，都可以用翻出嚟啦。因為我知道你呢個教育學院呢都幾得意嘅，咁因為呢外界就通常都會當係一個課外嘅補習社咁樣啦吓，咁但係我知道咧，你個補習社裏邊咧，除咗係教小朋友學術方面嘅問題之外咧，你都會教埋佢哋去學詠春㗎喎，咁同埋咧，亦都會帶佢哋咧去參加一啲唔同嘅，譬如好似數學嘅比賽啊咁。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會有呢一個嘅睇法，就係喺一個睇起上嚟係似一個補習社嘅學院裏邊教埋詠春嘅咧？Too many Territorians die or are injured each year because they're not wearing a seatbelt. Seatbelts protect you and your family in a crash, or if the car stops suddenly. What happens next is up to you. When it comes to drivers and passengers not wearing seatbelts, it's time we said enough's enough. Always wear your seatbelt. Mark Fennell 帶你深入追查一宗離奇嘅真實罪案。影片提供繁體中文字幕。Australia's Greatest Comment 喺 SBS On Demand 免費下載。咁咧，首先就要由佢個名開始講。多元智能教育咧，其實係有一位學者，佢叫做 Howard Gardner 咧所研發嘅。咁多元智能係講緊乜嘢咧？其實佢係包括有7項嘅發展嘅小朋友，有 numeracy 啦，即係數學啦 ；literacy 啦，即係文字嘅應用啦 ；interpersonal 咧，咁就即係社交嘅關係啦 ；intrapersonal 咧就即係講緊自己又唔能夠控制自己個脾氣啊，同人懂得分享啊。接住落嚟有 kinetic 啦，就係動能啦，即係甚至係運動方面嘅發展啦。music 就係音樂啦，最後咧就係 art 啦，係我哋嘅藝術方面嘅。學院咧就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教學法咧，就去為小朋友提供唔同方面嘅發展。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點解無端端學院擺個詠春落去咧？原來我發覺喺課堂上面咧，有好多小朋友有好多行為嘅問題。咁呢啲行為嘅問題咧，未必咧就你喺課堂上面可以解決到嘅，甚至可能咧家長咧都會可能去留意到，係啊，我個仔成日坐唔定啊，或者佢唔專心啊，好多時候咧老師啊、家長啊都會可能警告下個小朋友啊，唔好講嘢啊，但係佢嘅行為係唔會改變嘅，小朋友係唔會明白佢而家呢種行為係點樣影響緊佢嘅學習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喺度諗啊，到底有啲乜嘢活動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可以改變呢一種嘅行為？
咁嗱，因為認知改變行為啦，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就做咗一個詠春班出嚟。咁裡面咧嘅訓練咧係包括有一啲團體性嘅訓練啦，每個小組同每個小組可能去做一啲比賽啦，甚至係組員之間嘅協助咧，先可以達成一啲任務。呢啲嘅嘢咧都唔可以喺課室裡面做嘅，好多時候都係牽涉到一啲體能上面嘅運動啦。咁所以咧我就將佢咧擺咗喺我哋嘅詠春班裡面咧進行嘅。嗱，咁啊，除咗即係你講運動方面咧，頭先你都提到咧，學院裏邊其實都有教或者係帶啲學生咧去參加一啲嘅數學比賽啦，都攞咗好多獎添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又覺得如果一個人喺做數方面控制得好或者係做得好嘅時候，又有啲咩嘅好處咧？喺東方人嘅世界同埋西方人嘅世界裏面咧，對於數學嚟講係有唔同嘅價值觀嘅。In general 啦，東方人咧可能都會比較覺得數學咧唔單止係一個工具，佢更加係一個訓練頭腦嘅工具。咁好多時候咧，甚至有好多家長都話啦，如果你數學好啲，你個人係變得聰明啲。我唔可以話呢句係好肯定嘅説話啦，但喺某程度上面嚟講咧，如果你用數據去量化呢件事嚟講嘅話咧，咁其實數學好喺好多方面都佔有優勢。咁喺西方人嘅角度裏面咧，睇數學咧，佢哋可能往往都係覺得數學只不過係一個應用嘅一個學科嚟嘅啫。喺你個學院裏邊都有教一種叫做珠心算嘅嘢啦。其實咩叫珠心算呢？同埋即係點解你覺得呢一樣嘢重要而要放喺你個學院裏邊去教啲學生呢？好多時候同學仔遇到數學嘅問題呢，主要係因為數字本身呢係非常之抽象，加減乘除對於一啲3、4、5歲嘅同學仔嚟講，更加係非常之模糊。咁點樣可以令到呢樣嘢變得比佢哋更加明白呢？珠心算咧，其實具有50-60年嘅歷史，佢係由以往中國嘅算盤開始咧，慢慢咧就變成咗日本一個叫做 Soroban 嘅一個系統。咁日本嘅算盤同我哋中國傳統嘅算盤咧係完全唔同嘅。中國嘅算盤上面有2粒珠，下面有5粒。日本人改良過呢個系統叫做 Soroban 咧，佢嘅上面1粒，下面有4粒嘅。咁佢唔單止係一個運算嘅工具，佢更加係強調點樣去利用呢一個算盤，及後會變成一個影像。在小朋友喺個腦裏面利用呢個影像擺咗喺個腦裏面進行嗰啲珠嘅運動，而發展成為心算嘅。咁因為佢一個算盤可以係一個實體摸到嘅嘢，咁尤其是對於比較初階入門學生去了解數字、去了解加減乘除嘅邏輯嚟講咧，因為佢係 exactly 咧，你一個摸到啦，視覺上面係睇到嘅一個嘅體驗。譬如你自己有讀寫障礙呢個嘅自身經歷咧，點樣可以幫助到年青人咧更加可以正面咁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咧，無論係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啦，首先個心要保持樂觀啦，即係要覺得，只不過咧你要求一個好嘅系統、好嘅方法，甚至如果咧有幸遇到啲好嘅老師咧，都會可能咧能夠救你出呢個火海嘅。咁當然自身嘅努力係好緊要啦，因為你唔可以喺度淨係等人救你啦，你都要諗下其實自己會唔會發現到自己嘅問題啊？你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被幫助到啊？咁呢啲等等咧都係好緊要㗎。嗱咁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咧對於音樂咧都好有興趣嘅喎，即係我好似聽講話你都有自己作曲㗎，係咪咧？細個咧咁好感謝我爸爸媽媽俾咗好多唔同嘅發展方向我去試啦。咁其中一樣咧就係鋼琴啦。咁但係咧老實講咧，我就唔係嗰啲 classical 嘅人嚟嘅，因為我可能真係有讀寫障礙嘅關係咧，將視覺變成手指上面嘅舞動嘅時候咧，我可能會有啲困難啦對我嚟講。但係咧上天可能閂咗道門，又開咗個窗俾我，我就比較能夠用我自己嘅聽力啦，將聽到嘅音符咧轉化成點樣去彈落去嘅方式。去到台灣嘅時候啦，最記得咧就因為我哋住喺宿舍，咁自己咧就去買咗 keyboard 啦，咁就開始咧玩一啲流行嘅音樂。所以咧喺嗰時候咧都有跟住我嘅學長周華健，佢就會去台灣有啲西門町個地方啦，咁嗰度咧有好多嗰啲駐唱嘅餐廳嘅，咁我都有
開始去嗰度做一啲駐唱，及後喺電視台裏面咧就遇到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嘅良師劉永堅先生，咁佢好犀利，佢1990幾年咧佢就喺香港做中文10大金曲，就攞好多獎，佢係幫陳慧嫻啦、四大天王啊，咁都作過好多曲。有一段時間佢嚟咗台灣發展，咁於是乎咧我就喺佢嘅薰陶底下啦，同埋指導底下咧，對自己嘅琴藝啊或者音樂啊嘅嘢咧有一個更廣嘅一個認識，及後咧就有機會去接觸到一啲商業音樂嘅製作啦，咁都有去參與下嘅。其實咧，你個人生咧都好精彩，各個階段咧都有唔同嘅改變啦。你覺得即係你中意嚟到澳洲辦教育啦，定係比較中意做翻新聞啊，或者係音樂方面嘅事業咧？同埋點解你會咁樣樣改變法咧？其實咧，我諗一個人嘅興趣咧，就通常都會好少會改變嘅，因為真係中意嘅話，所以咧我可能會貪心啲咁去回答呢個問題。我對於媒體嘅工作啦，對於教育事業啦，對於音樂啦，我都好有興趣。咁如果要講一講，到底喺香港或者係澳洲嘅生活有乜嘢嘅俾我唔同嘅感覺咧？我會覺得喺亞洲無論喺香港或者台灣嘅時候咧，因為步伐係比較快，好多嘢都比較容易更新啦，所以咧俾到我咧係可能好多資訊性上面嘅一啲發展。呢啲資訊好緊要㗎，無論係從事教育啦，無論係做音樂啦，都可以得到第一手嘅資料。於是乎就會有更多嘅發展啦。咁嚟到澳洲咧，相對咧，尤其是因為我喺南澳啦，咁好多人都覺得就步伐慢咗啲啦，接收資訊性就肯定就係冇其他大城市咁快。但係咧就俾多咗我一樣嘢叫做空間，好多時候咧都能夠有時候可以回頭睇一睇自己走嘅路 reflect 翻，咁樣做啱唔啱呢？或者點樣嘅方法會令到更加好呢？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反而係一個質方面嘅一個提升嘅。咁你未來有啲咩新計劃呢？未來咧我更加希望，如果我自己可以有能力幫到更多嘅小朋友嘅話咧，我好希望繼續喺教育呢個行業裏面去為小朋友將來更多啦。咁而家自己就讀緊博士嘅學位，希望喺呢個學程裏面咧，能夠吸收到另一個境界嘅資訊啦，之後就去幫翻更多有需要幫助嘅小朋友嘅。我嘅博士學位咧係主要都係研究翻心算啦同埋奧數方面嘅發展嘅。小朋友有心算能力嘅時候，咁對於佢哋嘅學習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呢？就係我其中一個研究嘅方向嚟嘅。你如果要對翻20年前嘅自己，或者係20歲嘅自己講一句說話，你會講咩呢？我會講繼續努力啦，向前望就係目標到達嘅時候啦，唔需要擔心喺路途上面種種嘅荊棘，只要往前行就到噶啦。